我俾網暴啦！呢段時間好多人問我話唔係8月份結婚咩？唔係話病咗唔可以直播咩？甚至有好多人一見我發視頻就追住我鬧，一見到我開播又不停鬧，私信鬧不停，依依不饒，真係讓我特別難受。喺呢度呢，就一一回覆下大家嘅問題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互聯網。首先，我俾我40歲嘅男朋友公佈之後呢，我哋從來都冇諗過會有咁大嘅節奏。我哋以為會得到大家嘅祝福，冇諗到世俗嘅眼光都係限制咗我哋嘅自以為是。我同佢其實大家都冇做錯，只係年齡相差得太遠，所以得到嘅全部都係謾罵。佢唔玩互聯網，啱接觸呢啲嘢，面對突如其來嘅私信、評論、直播，全部都係謾罵，甚至遭受網暴，乜嘢難聽嘅語言都有，不斷咁樣攻擊我哋。所以佢冇辦法去理解接受呢啲嘢，最終我哋決定佢去做佢嘅事業，我呢就好好做好我嘅直播，盡量呢就唔喺互聯網上去公佈我哋家庭生活嘅瑣事啦。有啲人話我係為咗賣貨去炒流量，公佈假結婚，其實呢一點呢係完全可以排除嘅。我做互聯網都5年啦，我又唔係話公佈佢先開始賣貨嘅。其實老粉都知道，我只要一開播我都係喺度賣貨，並唔係話因為佢我先去炒流量賣貨，我都賣咗5年啦。我做互聯網呢幾年，所有嘅變現方式就係靠賣貨，我又唔打 PK，又唔做其他嘢，而且我賣出去幾百萬件貨啦。希望大家呢唔好將事情諗得咁偏激、放大化，喺度無中生有。至於我同佢嘅感情呢係冇問題嘅，結婚呢個事呢，我哋亦都唔想再去張揚啦。嗰啲亦都係我哋2個家庭嘅事，希望呢黑粉亦都可以停止你嘅網暴行為。如果你再一直鬧我，我哋將會採取法律嘅手段，收集證據去保護自己。其實呢件事本身應該係一件喜事，最終冇諗到會有大家嘅睇法咁多。我知道大家都係為我好，我哋亦都會去提升、去改變我哋自己。多謝大家。第2個問題就係，好多人話唔係病咗唔可以直播咩？又攞呢啲嘢去炒流量。我病咗係真嘅，檢測報告亦都可以公佈俾大家睇。至於點解冇即刻去做手術呢？醫生係俾咗2個方案。佢話第一個方案可以即刻手術，但係風險大，要開刀。第2個方案呢，就係打3個月針，等入邊嘅肌瘤呢變細咗，再去做微創。我問咗好多身邊嘅朋友、醫生，包括好多粉絲嘅建議，都認為第2個方案會更加好、更加安全啲，對身體傷害冇咁大。所以呢，我哋就決定打3個月針之後再去睇睇咩情況。依家我嘅身體係唔健康嘅，所以醫生呢叫我要保持好嘅心情，唔好成日諗住自己生病，咁樣有利於我嘅身體健康。所以呢，我哋就恢復咗正常嘅工作。講到呢度，呢件事就做一個回應，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我哋。嗰啲黑粉講真，希望你可以留啲口德，多謝。